医生正在抢救病人，一个死神拿着大钩子就闯了进来。护士见状忍不住的抱怨道：“这瘪犊子怎么又来了？你说这个月他都来6回了，来一次死一个，来一次死一个，还来！哎，算了，别救了，反正也救不活。”病人听到后吓得一口气没上来，直接嗝屁了。医生见状赶忙给他做人工呼吸，不过好像已经废了。死神一看，掀开被子，拉起病人的手，摇头晃脑的朝着两人嘚瑟：“我想要的人你们是救不活的。”然后就要把人带走，气得医生和护士撸起袖子，对着死神就是一顿亲切的问候。被打得半死的死神最后被扔出了病房。这时病人竟然奇迹般的复活了，看到自己又活了过来，直呼神医在世。可第二天，死神又来到医院，不过这一次没带镰刀，反而是提了一箱礼物。没想到短时间内，死神竟学会了人情世故，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递给医生：“大哥大姐你们好，十分抱歉多有打扰，马上过年，业绩很少，不出指标我就吃土，一点心意行行好，大恩大德我忘不了，嘿嘿，一点心意请二位笑纳。”医生看着礼物，嘴上说着不能要，但身体却很诚实。正所谓拿人手短，收了礼物就得办事。可死神刚要动手，等等，是这样啊，这个病人呢，你还真不能带走，他就来搁痔疮，搁死，实在说不过去了，我们医院也完了。但是兄弟，这个事儿不代表大哥给你办不了，你这么着啊，得办明白了。说着硬塞给死神一张地铁卡，让他出门右转，坐地铁，只要4站地就有一家大医院，那里面全是病人，你想带走谁就带走谁，别说完成业绩了，以后升职加薪、迎娶白富美都不是问题啊！听到这话，死神连忙致谢，差点当场给医生磕一个。磕你啥？都哥们儿，乐呵了啊！有空来玩啊！媳妇儿上课啊！哎，有事过来啊！人你实在的。